上来下家中小消息，穷下的关心嘅係，主要談立法人哋兩件供填充，老風流水排入到小里海界排放氣口，使到今年嘅12年30日間日天天，明年開始兩件重上，都為老廢水造成廢水總的排放出現，兩下相關嘅實施淨土非常嘅順序，突然是環保局出講，兩件公司都認識第15個嘅時間，除台地島作為島。來讓排放嘅目標為結束小里海10個年內本工業廢水污染嘅項目。講完嘅嗰一次冷排放設施，一下猶太公司嘅廢水排放口已經冇排出廢水嘅，仲會落去一下嘅冷排放設施廢水。韓國華英公司一下嘅冷排放每天都進土位，每持續地運轉。同樣是環保局講，兩間公司先前都應承，12年12月就會確實做到冷排放嘅目標。據公司這邊大概有比較偏向樂觀的一個消息，說有可能會提前來達成這樣的目標。當然，我們市政府這邊是非常的樂觀其成哈。那假設他在這個時間之前能夠來達成這個目標，我想這個對整個小里溪的環境的維護都是有幫助的哈。就啲兩間公司排放口源頭嘅龍潭區生活里，財體嘅李總講，15年來同新竹縣小里海相關單位強下打拼，今年總算有幾好嘅成果嘅。玫瑰感謝也兩間公司願意為到河壩順嘅居民來想，同意無愛過排廢水入到小里海嘅。經過官方啊、市政府啊、公司啊，兩間公司嘅地方呢，佢10個年嘅打拼啊，已經呢，做咗年底12月30日後啊，而嚟冷排啊，但水完全冇排出去啊，那地方呢嘅環保啊、生態啊，一體歡喜嘅事情啊。本來係居民陰天，韓國飲用水源嘅小里海，對15年前排放廢水過後就開始有變化嘅。河壩順嘅居民長期抗爭，講鋪滿韓國業者總算有為做法，應承會對等冷排放來做。同樣是環保局講，沖上嘅廢水冷排放工廠係間廢水總開廢水過後高利韓國政府比照，從下來嘅結晶物高難為處理，猶太美亞投資嘅差唔多10億元，法院有13億元變呢。唔過地方未歸手，兩間廠商冇辦法完成年代冷排放嘅應承。對呀，同樣是環保局講，兩間廠商已經講聽錯未達到封管嘅要求，係講12年代廠商冇完成。同樣是環保局韓國新竹縣嘅環保局都強調，第高鐵年嘅正月初一半夜12點就會強制封管，冇一個本廠商有轉強嘅空間。下個新聞論壇同樣報道。